我一定是。
有没有很混乱？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由我们的哈佛幼稚园小朋友所带来的哈佛庆圣诞。
青色哦。哦，胡国清。走啊走啊走啊！接下来的团体呢，是南台湾最有名、最漂亮的团体哦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哦。那猜得出他是谁吗？谁？我听不到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疯狂的尖叫声，欢迎麒麟。各位同学要注意安全哦。
我已经唱一遍了，来，准备好了。